早上9点，位在景美村加湾部落的一个角落中响起了热闹的声音。走进去一看，竟是一群平均超过80岁的老人们在那里舞动住身体。景美加湾社区老人日托关怀站建立已超过5年，每周的1、3、5在加湾教会的1楼借用场地来建置关怀站。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及才艺让老人们可以学习，让平常没什么消遣的部落老人们多了一个好去处。欢迎大家鼓励家中的老人们一同相聚于此，让老人们除了可以放松之外，还可以认识朋友学习才艺哟。Tayang suyangkan agang terubuni semua capan bahang kalilo dan iwa karena inta lupung makaras daan ng bitang keruan. Tayang